心来开始今仔日的敬拜。咱大先来唱圣诗欧罗上帝，咱来看圣诗第109首。圣诗第109首。欢喜救主做王，大家就来敬奉。人人感恩吟诗，主永远胜利。心肝欢喜，出声欧罗，欢喜欢喜，时常欢喜。这有一首足熟的歌，咱做伙来用欢喜的心来唱这首圣诗。欢喜救主做王，来唱。就欢喜，就感恩的诗歌，欢喜做主，救主做王，这是咱第一首的圣诗。咱来看第二首的圣诗，伫隔壁名第108首，伊来唱仁爱，咱请金来弹一遍。伊来唱仁爱，伊来唱仁爱。这首圣诗是咱应该是正常较无这么熟悉的一首圣诗啦，吼，是纽西兰的作词作曲的一首圣诗，所以较特别。伊的歌词嘛，足有意义的，咱来先读一遍啦。来，第一节咱请。伊来唱仁爱，伊捌活唱仁爱，伊死唱仁爱，伊搁活真点情。这仁爱要演煞。就写做歌来唱，你甲我同做歌手。好，这第一节咯，好，咱来念第二节的歌词，请。伊来唱信心，伊捌我唱信心，伊死唱信心，伊搁我真点情。这信心要演煞，就写做歌来唱。你甲我同做歌手，所以第一节是仁爱，第二节是信心。好，第三节还是望，来读一遍。伊来唱望，伊捌我唱望，伊死唱望，伊搁我真点情。这望要演煞，就写做歌来唱。你甲我同做歌手，所以第三节是
望。第四节是和平来请，伊来唱和平，伊捌我唱和平，伊死唱和平，伊搁我真点钟。这和平要演说，就写做歌来唱，你甲我同做歌唱。所以总共是40个信息啦吼，所以咱第一节到第四节一直咧重复啊，有一寡迄个字会在做替换，就是第一节是仁爱，第二节是信心，第三节是望，第四节是和平吼，所以敢若换一寡字共款，所以咱一带出来意义就无啥共款吼，所以。这首歌是咧讲，伊来唱信心，伊来唱仁爱。这个伊是啥物人？伊就是咱的主耶稣吼。伊来唱仁爱，伊捌我唱仁爱。伊死的时阵，定时的时阵嘛是唱仁爱。但是伊过活的时阵，这个歌词就有意义。伊讲真点钟。我想有两种意义啦。第一种意义就是描写讲，伊过活迄个早起的时阵吼，万物大地是一个安静的时刻。嘛有第二个意义，吼，第二个意义是讲，伊过活的时阵，拢无已经无有声音咧唱歌，所以这个仁爱，这个歌词，这个福音要演说，要安怎？就是咱来唱，咱来替主耶稣来唱，所以咱来替主耶稣唱仁爱，咱来替主耶稣唱信心，唱望，唱和平，吼，所以伊个歌词的意思是讲。上帝耶稣基督伫世间咧传福音的时阵，伊有做真侪工，但是伊过活，伊上天以后，即个工课就是咱要来做，咱爱做啥物，就甲主共款。主为唱歌嘛，咱嘛唱歌，甲歌手共款来唱伊伫世间所做的所有代志。好，这首歌真有意义嘛，真好听。咱来对第一节来开始唱，来请。伊来唱仁爱，伊捌我唱仁爱，伊死唱仁爱，伊搁我真点钟。这仁爱要演说，就写做歌来唱，你甲我当作歌唱。第一节过一遍。伊来唱仁爱，伊捌我唱仁爱，伊死唱第一节，唱仁爱，伊捌我真点钟。仁爱要演说，就写做歌来唱，你甲我当作歌唱。第二节信心。来唱信心，伊捌我唱信心，伊死唱信心，伊搁我真点钟。这信心的演说，就写做歌来唱，你甲我当作歌唱。第三节。再来唱一遍。你来唱和平，你把我唱和平，你是唱和平，你给我真了解，最和平的演说，就
世界，我想即马所上欠缺就是和平。吼，请主耶稣赐咱有信心、有智慧来，互咱做一个和平的囝子。咱准备先开始今日的礼拜。今仔日是建堂奉献主日，请关心奉献，请安静。同心来敬拜上帝，造乐。上主安尼讲：我的百姓啊，看，我要开恁的梦，互恁对恁的梦起来，带恁入以色列地。我的百姓啊，我开恁的梦，互恁对恁的梦起来，恁就知我是上主。我要将我的心下伫恁的内面，恁就要活。我安伫恁伫本所在，恁就知我。上主安尼讲，也安尼成，这是上主讲的。三角来吟诗学罗上帝，圣诗109首，圣诗109首，请起立。Thank you.
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钉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，上天，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角韵诗篇130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上主啊，我对深恩求救你。上主啊，你若救欠罪恶，是罪徛袂牢。我听候上主，我的心神在听候。伫伊的话，我有仰望。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长奸人听候天光较切。以色列啦，你着仰望上主。伊的确救赎以色列脱离伊一切的罪恶。同心来祈祷，阮伫天里的爸，阮的主，感谢你顾守阮平安。今仔日是主你所赏赐圣的安息日，阮感谢你的引带，无论伫倒路，阮拢一做同心来敬拜你。阮学了你无穷无尽的仁爱，陪骗主耶稣基督来赎回阮世间人，互阮有仰望。通得到永远的荣耀，阮常常笑念你的大恩，有信心你的确在引带。阮学了感谢你的救恩，互阮的言行一致，不管是工作还是逐所在，学主的款式，听人服侍人，亲像服侍主一样。主啊，阮伫你的面前谦卑承认阮的过失甲软弱，有时犹豫，常常得罪你。袂记得你的仁爱甲疼痛，有时亲像迷路的羊，无活出你要阮行出的款式。天父上帝，求你踮伫阮的内面，赦免阮的罪，开阮的目睭，看见家己的歹，洗清阮的过失，互阮重新来倚靠你。阮感谢你深深的慈爱，为着实行你的拯救，赏赐耶稣基督真侪人类的救主。当阮拄着人生的困境，得到失望的时，你的伟大的疼的福音，互阮明白，伫任何的状况，拢有你的旨意。恳求你帮助阮，独独仰望你。阮感受到福音的意义，就是改变的困难。阮因为接近主，你来欢喜。阮确信你要施恩互阮，操练阮的性命，行你的道路，分享你的丰富。伫阮看见逐项会欠缺的时，阮愿意奉献阮的时间甲所有关心需要的人。求赎阮的主啊，你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，因为你的救赎，互阮得到顶头生，互阮的性命得到永远的意义甲祝福。你对每一个人有你好的旨意，阮所领受一切的恩惠甲才能，拢是你交代阮管理的，帮助阮。诚侪你尽忠的管家，求你用信实、权能扶持阮，使阮有气力较赢试炼，互阮顺转亲像你。通过这一切，荣耀归乎你。救赎阮的主啊，我要拍开阮的心门，由你临在，踮阮中间，对你的真理得到自由。阮深深拜列以上的祈祷，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。当声祈祷，吟讲。
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11章21到27节，以及40到42节。约翰福音11章21到27节，以及40到42节。21节，马大对耶稣讲：“主啊，你若伫遮，我的兄弟就袂死。我当也知，既然你对上帝求的，上帝要互你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你的兄弟要搁活。”马大甲伊讲：“我知末日搁活的时，伊要搁活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搁活甲活命是在伫我，信我的人虽妄死，犹佫要活。既然活来信我的人，永远袂死。你信即个吗？”伊甲伊讲：“主啊，是啦，我已经信你是基督，上帝的囝，就是来入世间的。”第40节，耶稣甲伊讲：“我竟无甲你讲，你若信，会看见上帝的荣光吗？”伊就刷开迄块石。耶稣举目望天，讲：“爸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我知你常常听我，独独我讲安尼，是为着周围伫徛的众人，互因信你找我。”请陈牧师讲道，题目是“耶稣是搁活，是生命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无论咱是看册，也是听讲道，定定拢有一个声音会提醒咱讲：基督徒毋是宗教徒，咱是做文徒。无论文徒也是宗教徒，拢会认同因的信仰，嘛会参加聚会，甚至嘛会奉献服侍。但是差别伫倒位？宗教徒只有知识、头壳顶面会理解，但是文徒就毋是安尼。文徒不但愿意接受知识的起造，并且嘛会将伊所知影的来行出来。因为信心的确会带出行动，若无就袂当算作是真正的信心。会记得伫我青少年的时代，有一个真实行会体验的活动，叫做信任，就是一个人徛伫悬悬的所在，然后身躯直直往后面，骹袂当弯翘，会安尼倒落去。这时伫台下下面，所有的同伴会用手甲即个人紧的，互伊袂摔落涂骹。以前伫算即个活动的时，我拢足惊的。虽然知影讲要接我的人，因拢是教会兄弟姊妹，因一定袂互我伫倒落去的时，因来闪开。但是内心的迄种惊吓，互我对因的信任，毋知影走去倒位啊。所以我的骹拢毋敢伸直，用淡薄仔弯翘，互家己感觉真安全，较袂惊吓伫迄个即种姿势来倒落去。但是我对遮个同伴，敢讲我是完全来信任伊的。兄弟姊妹，咱对上帝的信心也是安尼。咱的喙会当讲出、唱出对上帝的信心，咱嘛知影所有信仰的道理。但是伫实践的时咧，咱较侪是倚靠家己。安尼敢讲会当讲是对上帝有完全的信任。所以今仔日咱用这段经文，搁一摆将咱的信仰做一个整理，将迄个已经真习惯、真麻痹的信心来敲出来，重新用耶稣的这个问题来问家己：你信这个吗？我信这个吗？耶稣的这个就是搁活甲活命是在伫我，信我的人虽妄死，犹佫要活。既然活来信我的，永远袂死。安尼一段话，咱定定会伫个别礼拜时会听见。但是安尼的话是讲互即个过身的人听，还是讲互咱活地的人听咧？毋过，咱伫听遮个话时，咱敢真正相信遮个话？今仔日即段经文是伫讲列撒罗的国活。列撒罗的国活会当讲是非常特别的神业，因为伫4本福音册内面有其他的2个因互耶稣救活的人。这2个人因是拄仔死，就互耶稣救活。但是今仔日咱所读的列撒罗即个人，伊已经死4天，伊身躯有味出来啊，才互耶稣救起来。然后死人会对坟墓内面来行出来，这是大代志呢。但是这段经文较只有伫约翰福音有记载，所以有的人就反讲啊，这件代志是假的。但是迄时有真侪人做见证，因拢有看见。
并且咱若看后面的经文，对45节开始，法利赛人甲遮个撒都该人，当因伫看见耶稣互捏撒罗国活了后，因足惊的，因惊讲耶稣会造成所有的人开始起来反抗因，所以因两种人就联合计谋要来害死耶稣。所以对遮个事实，拢互咱知影讲，捏撒罗的国活是一个事实。但是只有约翰有记载，这是伊有特别的用意。约翰伊记载新约，毋是要凸显即个新约有偌神奇。约翰伊爱读者注意的是，行即个新约的主，并且嘛爱会晓将阳光来归互即个主。所以咱看经文，当马大甲玛利亚请人去甲耶稣讲，阮的小弟患病真严重的时，耶稣是安怎回答？耶稣甲因讲，即个病不治到死，就是为着上帝的阳光，互上帝的囝对即个来得阳光。而且讲到得阳光，得着荣耀，得阳光就是约翰福音的重点，并且伫遮的得阳光，毋是耶稣得到英雄一般会来欢呼欢迎。得阳光是讲耶稣伫顶十字架会安尼一个件代志。咱看十字架，十字架是互罗马政府当作刑罚，互人当作见笑的一个十字架。但是，较互愿意相信的人来得到耶稣的拯救，并且十字架嘛是上帝救赎计划的实现。所以，捏撒罗即件代志会互耶稣得阳光，就是表示耶稣会伫即项事顶面显明伊是上帝的气力甲权能，并且耶稣嘛伫上帝计划内面哪来哪挖滚十字架。但是，咱看见。伫耶稣特别得阳光的时，伫伊身躯边的遮个人，因渐有体会到耶稣的心意。今仔日咱看见的遮个人，因平常时甲耶稣有真密切的关系，但是因渐明白耶稣的教导，因对耶稣的信心伫真危急的时，敢有真正发挥功效咧？第6节，咱来看，当耶稣听见捏撒罗伊破病了后，耶稣无随时出发，伊是过2天才甲学生讲，咱搁来滚犹太。即个过，我们再到犹太去，即个再，互学生惊一个。因为无偌久之前，耶稣才伫耶路撒冷，互犹太人点石头。但是即时耶稣搁讲，伊要去离即个犹太人真近的所在。所以，这学生真奇怪，甲耶稣问讲：“列比，近来犹太人爱用石头点你，你还阁要去遐吗？安尼毋是阁将家己放伫危险的中间吗？”所以，这时有一个学生名叫做多马的就讲：“咱遮的也来甲伊相同死，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。”哦，这个多马看起来真有信心呢。毋过，这解经学家对伫即句话有无共款的看法。有的人讲，这个多马是伫哭洗耶稣。耶稣啊，你明明知影去犹太人的所在会死，你阁要去？好啦，去啦，你去看卖。也有解经学家认为讲，多马是乌白讲，伊无啥物意思的。嘛有人笑多马是凭着血气伫讲即句话。但是无论安怎，多马非常有勇气，伊讲出喙就无退后呢。虽然伊知影头前的路毋知影是安怎的情形，但是伊就是讲，阮做伙来去吧。所以多马的勇气值得咱学习，因为做基督徒毋就是应该为主死、为主来活吗？但是多马敢真正有信心？伫了后的14章。耶稣甲伊学生讲，伊要去顶十字架。伊去的所在是遮学生袂当去的。伊去了后是要为着人避难所在，将来要搁接因去。但是多马迄当时安怎回答？伊讲：“主啊，你去的所在，阮拢毋知，敢会知迄条路啊？”只互咱看到，当多马伫讲，咱遮的也来甲伊去相同死。伊讲即句话时，伊敢真正是相信？无。
伊袂记得耶稣平常时的教导有讲过，伊就是迄条路，会当互人透过认捌伊来认捌真理，来得到活命。另外，当耶稣过活了后，多马伊也毋相信，伊讲除非互我看见，我才要相信。所以多马的勇气非常值得咱来学习，因为真侪人是连踏出第一步拢毋敢。但是勇气无法度带来真正的信心。真正的相信，毋是一种情绪，嘛毋是一种热情，因为情绪、热情拢会过去。咱若是用这物件来当做咱相信的基础，有一天当这热情过去，甚至当咱行到死荫的山谷的时，咱阁有啥物会当来支持咱继续相信的？搁来，咱阁来看马大。伫马大甲耶稣的对话内面，伊有一点仔怪耶稣，伊讲：主啊，你若伫遮，我的兄弟就袂死啊。但是伊阁表现出对耶稣有信心。伊讲：我胆也知，既若你对上帝求的，上帝要互你。伫遮咱看见马大自认非常认捌耶稣，但是伊敢真正认捌？伫伊心目中的耶稣，可能是上帝找来一个先知，也是上帝一个奴仆那尔。为什么会安尼讲？咱阁继续看落去。耶稣甲伊讲：你的兄弟要告我。马大应讲：我知末日告我的时，伊要告我。马大回答看起来真有信心，但是伊讲的告我，甲耶稣所讲的告我是两种无共款的赞词。马大的告我是当时犹太人因的观点，就是因相信伫末日弥赛亚阁来时，死人会告我。但是耶稣所讲的告我，是针对列撒罗的死来讲的。耶稣讲，迄毋是未来才会发生的，因为耶稣是弥赛亚，伊有权能，所以现在伊就会当互列撒罗对坟墓中间搁再爬起来。耶稣阁甲伊讲，告我甲活命在伫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，也有阁要活。既若活来信我的人，永远袂死。你信一个吗？马大应讲：主啊，是啦，我已经信你是基督，上帝的囝，就是来入世间的。咱头拄经文捌读到遮，咱感觉马大的回答，敢若是一个信仰告别。是啊，我相信你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囝。但是，当证人带耶稣到伫列撒罗的坟墓遐的时，马大会相信，马大的信仰告别好亲像已经无去啊。伊根据伊的理性去做判断，哎呀，一个尸体伫烧热的天气放4天，一定是臭去啊。伊主动耶稣去开迄个坟墓，但是咱会记你头拄伊才安怎讲无？我信你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囝。所以咱看见马大伊知影真侪代志，但是这个知影敢有替伊带来真正的信心？无。所以这嘛提醒咱，信仰的知识无法度互咱得到信心，因为知识是死的，上帝才是活的。咱只有谦卑倚近上帝，才会当甲伊建立关系。第三个人，咱来看玛利亚。每一届耶稣去拜访即个家庭，玛利亚拢是坐伫耶稣的脚的边仔，伫遐听耶稣讲道理。所以耶稣拢称赞伊是安怎会晓经上好的福气。所以嘛，因为安尼，咱定定互人教导讲，爱做玛利亚，毋通做马大。但是咱看见玛利亚的听，敢带互伊有真正的信心。伫今仔日经文32节。玛利亚哭到非常伤心，伊的阿姐马大佫无哭呢，但是玛利亚哭到非常伤心，并且嘛甲伊的姐姐讲同款的话，讲主啊，你若伫遮，我的兄弟就袂死。伊平常毋是坐伫耶稣的边仔，伫听耶稣讲话吗？伊的听敢有真正带互伊有信心咧？敢若听累积起来基础非常的粗浅，所以伫雅各书第1章22到25节有讲，恁着做行道理的，
毋是干那听的来家己骗，因为听道理若无行的，譬如亲像人伫行日详细看伊本人的面，看过就做伊去，念边袂记哩伊生做啥物款。咱袂当成做一个敢若会晓听的玛利亚。可能你会讲，哎呀，这三个人，互你讲甲无一项好，无毋对，这就是人。咱甲圣经的人物共款，无一个人是完全的。所以伫这三个人的身躯顶，咱嘛好亲像是看到咱家己。咱嘛定定将信心起造伫勇气，伫咱的信仰的知识，也是听道理。但是伫人生风波临到咱的时，这物件敢真正会当帮助着咱的信心咧？毋过，这段经文嘛，互我看见，耶稣无因为这个人的软弱来责备因、离开因，因为耶稣明白这就是人的限制。所以咱爱知影，无论咱安怎操练，咱嘛无可能达到完全的相信。但是，当咱愿意滚地，咱的信心就慢慢哪来哪加添。亲像玛利亚，伫伊的小弟列撒罗国活了后，伊毋若干那听，伊将伊欠真久，准备要做嫁妆的安尼香膏倒伫耶稣的骹，并且用伊的头毛去擦去拭。伊用伊的行动来表达对耶稣的感谢，并且嘛是为着耶稣的死来做准备。搁亲像多马，伫教会传统讲，伊后来去到印度伫遐宣教，然后嘛伫印度伫遐顺道。这敢是一个真理性，想要看证据，原本的伊做会到的代志咧。但是耶稣改变伊，所以伫互遮个人的信心渐渐会当提升的，互因改变的，毋是因看见迄个国外的列撒罗，是国外的主耶稣。因为咱看见伫列撒罗即个代志的时，遮个人无论是门徒，无论是马大、玛利亚，因的信心非常的粗浅。因还未意识到耶稣就是国外甲活命的主。毋过，当耶稣国外的迄个时刻，因的谣言完全来赶线。兄弟姊妹，咱感谢上帝，伊互咱有圣经，互咱知影耶稣国外，所以咱毋免经历迄当时的人的谣言失望。但是你对国外、你对活命的理解敢有正确？为基督徒甲马大共款，认为国外甲活命是未来的代志。但是耶稣是上帝，有绝对的权能，会当互国外伫现主时发生，亲像咱今仔日看见列撒罗的事件。嘛有人认为讲活命就是一口气，当我死，当我结束伫地面的日子，迄口气无啊，就啥物拢无啊。但是耶稣讲活命在伫伊，意思就是上帝互咱的迄口气，伫咱肉体衰烂结束的迄一天，要永远存在。所以国外甲活命是甲咱有绝对的关系。虽然咱尽一生的时间，也无法度有完全的理解，但是咱来努力去学习。耶稣即句话虽然是讲互列撒罗国外，但是更较深的意思就是讲罪的死亡、灵性的活。列撒罗迄时国外，但是有一天伊嘛爱结束伫地面的日子。列撒罗伊犹原嘛是爱面对死，因为死就是人类犯罪的代价。对亚当夏娃因犯罪了后，人就爱面对死的安尼一个问题。但是耶稣赢过死亡，伊有权柄，互咱毋免阁受到罪的刑罚。所以耶稣的意思是啥？罪无法度阁控制，无法度阁管辖咱，因为耶稣咱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但是嘛，因为这段经文讲到死亡，讲到国外，所以有人就认为讲信耶稣就老啊，也是我得要死啊，才来信就好。但是咱爱会记哩，当咱得到耶稣稳定、甲伊建立关系的迄个时刻，咱毋免等到死，现在活的就是一个新的永远的活命。有一个日本人，伊叫做石井。伊是一个非常歹的人，
会当讲人若是碍着伊，伊就将人杀死。所以当伊互抓起来时，大家拢非常欢喜。想嘛知安尼的人，敢有人会去探访伊咧？无。但是有2个对加拿大来的妇女，定定伫监狱的铁窗仔面前，外面伫遐来伊传福音。毋过，即个石井就亲像一只互关伫监狱的只野兽，非常非常的凶恶。所以，这2个宣教士看伊无反应，就只好放弃。毋过，伫因离开进前，送伊一本圣经，嘛讲会当补足因2个人讲无够额的所在。无想到石井竟然开始来献圣经、看圣经，伊哪读哪有滋味。后来伊读到耶稣奉顶十字架记载，迄当时耶稣伫十字架顶讲：“爸啊，赦免因，因为因所做，因毋知。”哇，即句话深深来感动伊。伊后来形容：“我停落来，我的心就好亲像互5寸钉钉着共款。”这敢叫做基督的疼吗？也是伊的怜悯咧？我毋知。我敢若知影，我信耶稣啊，伊改变我的心啊。后来，伊受到处死的刑罚，但是当伊行往迄个断头台，伊无过是迄个心硬无人性的恐怖分子，伊互耶稣改变啊。杀人犯顶头生啊，虽然伊的肉体死，但是耶稣互伊灵性搁活。兄弟姊妹，即个互死人搁活，互罪人悔改溃烂，也要临到咱的身躯顶。如果咱用真侪时间伫遐研究咱要安怎食，咱要安怎运动，才会当来保持咱身躯的健康，咱就应该搁较来学习安怎来活过耶稣，来得到对伊遐来的快乐。虽然咱无亲像猎杀路，也是亲像即个实景，有遐尔戏剧化的经验，但是真侪时咱拄着的代志，也是咱的环境，拢亲像死亡在打活咱。毋过，咱也愿意相信，搁活甲活命的主，伊会赏赐咱够额的快乐。但是，每一摆咱咧读着信心，讲着信心的时，到底是甚物款的信心咧？是对家己有自信吗？但是咱拢知影，家己尚无透动。是对咱的环境有信心吗？咱看见四周围的环境嘛不断地改变。但是当耶稣甲马大讲：“你若信，就要看见上帝阳光。”耶稣敢是爱马大强强来突破家己的怀疑，加深有信心咧？但是无可能，因为咱知影，伫面对家己的亲人拄啊过身的迄种戆影、艰苦的内面，马大真学得有信心，因为咱拢经验过，伫迄种真艰难的时刻，咱的信心敢若对天降落、对落到地面共款。耶稣拢了解，所以伊绝对袂对马大做安尼要求，讲啊，你著加深你有信心就好啊。但是耶稣互咱一个方法，就是祈祷。真奇怪，伫耶稣所行的生涯内面，无论是医病也是赶鬼，耶稣拢无祈祷，耶稣直接发命令，迄个人就医好啊。但是独独伫猎杀路即件代志，耶稣哑目向天祈祷讲：“爸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我知你常常听我，独独我讲安尼是为着周围得起来众人，互因信你找我。”耶稣有权柄，互人搁活，因为伊是上帝。但是伊做安尼祈祷，就是爱人知影，信心毋是起造伫家己的感觉，嘛毋是起造伫看会见的环境，信心是起造伫咱对上帝的交托。所以耶稣的祈祷，互咱看见，第一，伫无信心的时嘛爱感谢，但是伫无信心的时要感谢，真正是非常困难。荒漠甘泉，一本咱真熟的灵修的册，即作者考门夫人伊有分享，有一届伊去到中国，要去一个人的厝里时，突然间接到伊故乡来的一个歹消息。哇！伊距离遐尔远，伊无法度做甚物，所以伊内心非常的忧愁。伊嘛祈祷，但是忧愁要伫地。伊想要将情绪来压落来，
但是反正伊哪来，感觉哪来哪惊吓。毋过伊要出去也无法度，所以伊就带着安尼的心情来出发。但是当伊一踏入去迄个人的厝，叩门夫人一看见即个人的厝的墙壁写3个字：要感谢，着感谢。伊知影上帝甲伊讲话，所以叩门夫人伊马上开喙感谢上帝。伊讲，就伫迄时，伊的忧愁挂如拢总消失。第二，上帝要袂解决我的困难，为什么我爱先感谢咧？因为咱还袂祈祷的进前，上帝已经知影咱的需要。安尼既然上帝拢知，咱敢阁需要祈祷？兄弟姊妹，开喙祈祷是咱甲上帝建立关系，表示虽然咱的目睭还袂看见，但是咱愿意将家己交托互上帝。所以伫耶稣的即段祈祷内面，咱看见耶稣用伊甲爸的关系来教示咱，咱嘛会当安尼向上帝来祈祷。伫遮嘛有一件代志，咱会当来注意，就是伫即个新者要发生的进前，耶稣爱人将挡伫列撒路坟墓头前的迄块大石头来刷开。耶稣会当互死人搁活，伊应该会当用新者将即块大石头刷开，真简单嘛。但是耶稣是吩咐人将石头刷开，意思是啥物？耶稣爱人刷开家己掠家己做义固执的想法，因为伫马大伊看到耶稣吩咐人去将石头刷开的时，马大第一个想法就是啥？主动，因为按照伊的常理来判断，伊小弟的身躯一定是臭起啊，无可能啊。但是耶稣爱伊刷开伊的偏见，因为上帝敢有做袂到的代志咧。另外，耶稣嘛吩咐人刷开即个石头，意思就是讲，当这个人顺探耶稣的话去做的时，这个人就真做新者的见证人，因嘛会当体会到甲耶稣做伙同工的喜乐。对上帝有信心，真恶的实践。但是我要用王世维长老伫拜四伫社青讲了一个真好的譬喻来做结束。伊讲，咱的信心是亲像伫攀岩的时，咱会绑一条绳仔伫咱的身躯。若即条绳仔真勇、真坚固，毋管咱家己的技术是安怎，咱拢袂惊，因为咱确信即条绳仔会保护咱。上帝就是即条绳仔，伊对咱的疼，伊互咱的应允，对创造咱的时，就将咱牵条条。当咱相信，虽然拄着困难的时，咱会艰苦，但是当咱相信的时，咱就袂绝望。因为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来到世间，为着咱上十字架，嘛为着咱过活。即种连死亡拢无法度赢过的款势，若袂当互咱安心徛起，阁有甚物款的气力，值得咱来倚靠咧？求主加添咱的信心，互咱带着伊的信心来向前行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阮的信心真不足，阮恳求你来加添，恳求你帮赞，互阮会当带着你的信心来行即个世间的路。因为伫阮的生活中间，阮拄着真济，阮无法度来承担，互阮感觉真艰苦的代志。总是主，阮相信你对死搁活，你赢过死亡的关系，所以阮会当倚靠你。恳求你伫阮的中间引带阮头前的路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咱做伙来读2遍。因为肉体的意向是死，神的意向是活搁平安。因为肉体的意向是对敌上帝，因为伊无降服上帝的律法，也袂为降服。罗马书8章6节到7节。因为肉体的意向是死，神的意向是活搁平安。因为肉体的意向是对敌上帝，
因为伊无降服上帝的律法，也袂为降服。罗马书8章6节到7节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108首，108首，请起立。奉献，建堂奉献，请林宗正长老、嘉兴长老、詹怡长老奉献，请廖桂安执事、吴慧芳执事、曾玲仪执事来负责奉献。Amen.
济。消息报告。第一点，请遐济甲1楼摕今年4月到6月圣工事工表，也是会使去教会的网站来摕甲新眼光的读经。第二点，陈同初姊妹3月初6蒙主温调，定3月27号下晡1点半要伫第一殡仪馆福寿厅举行告别礼拜，请为遗族代祷。参加献诗的兄弟，请迄天1点集合练习。第三点，欢迎咱兄弟的母亲蔡张碧霞、蔡张翠碧姊妹3月初9蒙主温调，定4月初1拜六下晡2点要伫婚林永光教会举行告别礼拜。已经登记参加的兄弟，请迄天早起7点半伫教会集合。第4点，沈伯宏先生甲谢雨乔姊妹定4月初1拜六上午1点半，要伫万豪酒店8楼的 Garden Villa 举行结婚礼拜，恭喜！奉献部分若有错误，请向中级更正。周间聚会甲后礼拜圣工侍奉者，请家己看。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好，咱先来介绍新来的朋友。咱欢迎第一位，咱欢迎张芷清，是这个字是芷吗？是彭秀杰朋友，芷吗？易好，欢迎易清。再来，咱欢迎今仔日真正志牧师，伊嘛有来到咱的中间吼，伊的后生吼，甲伊的后生穆胜，欢迎。好，佫有一位兄弟甲伊的太太林荣玉，吼兄弟甲伊的太太欢迎。好，咱欢迎遮的朋友。好，咱即时咱来祈祷。咱先来就是来介绍咱的遮的兄弟姊妹吼，咱遮的家庭的状况吼。咱头拄仔看见就是陈同筹姊妹吼，即位是淑媛姐的学妹的妈妈，因即家吼真久无去教会，即马即个妈妈过身，所以因嘛讲，咱会当借着告别礼拜的陪伴吼，互即家会当转来伫教会的内面。所以明仔载咱有会伫第一殡仪馆遐举行一个告别礼拜吼，咱若要献诗的兄弟，咱1点吼，咱伫迄个福寿厅伫遐集合吼，咱先来训练，咱望讲借着安尼一个告别礼拜，会当来。互即个家庭吼，搁一摆来到主耶稣的面前。第二，咱嘛伫即个拜六吼，咱上午吼有要去参加英兰乡的妈妈的告别礼拜。咱上午当时吼，咱嘛有即个雨乔甲博宏。雨乔就是耀清兄甲秀玲姐的上细汉的查某囝，就是李月姐的孙仔。所以因要伫遐举行婚礼。咱嘛甲咱遮的咱遮的兄弟姊妹的家庭吼，悲伤的咱甲因做伙悲伤。为着因祈祷，欢喜的代志，咱嘛甲因相甲欢喜。即是咱嘛为着过干即事的爸爸吼，来伫3月22号来过身，是定伫4月初9下晡有要举行安尼一个告别式，咱嘛恳求主保守来帮助过干即事因的全家。所以咱开喙，为着咱的遮个机体，嘛为着咱的台湾，为着咱的世界，为着宣教师，为着建堂的事工。为着怀孕的姊妹宇文、齐云、甲舒迪，嘛为着住院的姊妹邓妈妈来祈祷，嘛为着你处理疗养的启圣兄、九吉叔、金生兄、林鹤姐、素贤姐、道明兄、美容姐、民主姐、阿淑姐、俊行兄、阿卡姐、赵雄兄、来富姐。秋菊姐、应轩、张老师、龚基姐、陈其雄长老以礼、素梅姐、方梅姐、谢丁兄、明理姐、阿菊姐、郭元兄、东龙兄、幼庄兄、李雀老师。咱若遮个台岛名单会当摕落来，嘛请恁甲我讲，咱会当将遮名单摕落来。所以咱即时开喙为着遮个事，为着集体来祈祷。经济完亲人的事实，但是阮肉体欠缺，主恳求你，互阮拢好对你来失去信心，永远相信你要引带，
求恳求你来保守帮咱，阮的教会，互阮的事工，互上帝你的看顾，也互阮的伫即个世代会当诚侪好的见证，诚侪耶稣基督的名头。主啊，嘛要为着阮的国家、世界来祈祷，求恳求你领领即个世界，互阮的国家欠水，恳求主你来保守阮的国家。感谢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做伙伫遮来祈祷，为着阮的肢体来祈祷。阮的肢体有诶经过亲人的死失，有诶伫经历病痛，有诶伫怀孕的安尼艰难的中间，总是主，阮恳求你的保守，互遮兄弟姊妹拢有信心会当倚靠你，因为阮相信，无论阮逐人的状况安怎，主你拢知影，你嘛会帮咱。就恳求你，就互阮带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。阮嘛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，无论阮的遮社区的事工，阮教会内部的礼拜教育的事工，也是阮建堂的事工，恳求你拢看顾，拢扶持，帮助阮会当伫遮来做耶稣基督你所爱阮做的遮个事，帮助阮照着去接触搁较侪社会的朋友来宣扬你的福音，嘛照着阮伫教会的受造就，阮的礼拜搁较来认捌你。恳求你伫阮的中间运行，阮嘛要为着世界来祈祷。阮看见即个世界真大的混乱，有诶所在有饥荒，有诶所在有战争，有诶所在国家甲国家之间嘛非常的紧张。主恳求你的怜悯、看顾、帮咱。主，阮也要为着台湾来祈祷，恳求你引带，特别为着中南部的遮欠水来祈祷，恳求你降落你怜悯的雨水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宣教师来祈祷，真侪宣教师伫无共款的所在，恳求你保守因的平安，互因的家庭也有上帝你的保守。阮将阮兄弟姊妹新的一个礼拜，阮头前的路拢交伫主你的手里，恳求主你引带带领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来吟圣诗386首，圣诗386首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信心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